第14章，信心软弱的，恁就接纳，总是毋通辩论所邀议的事。有人信百米拢通食，总是迄个软弱的，只食菜衰。食的人毋通看轻无食的人，无食的人毋通论断食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伊。你是一位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伊或是徛条，或是跋倒，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咧，而且伊也的确要徛条，因为主会互伊徛条。有人看即日比迄日较强，有人看日日拢是一样，只是逐人心内着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食的人是为主食的，因为伊感谢上帝。无食的人因为主无食，也感谢上帝。咱无一个人为家己活，也无一个人为家己死。咱若活的是为主来活，若是死是为主来死。所以咱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为基督死了，搁活了，为要做死人搁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兄弟呢？搁为什么看轻兄弟呢？因为咱拢徛伫上帝的台前。圣经顶写，主讲，我凭着我的永生祈咒纸，万骹头有的确向我跪拜，万喙的确向我承认。安尼看来，咱逐人的确要将家己的事伫上帝的面前讲明，所以咱毋通搁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一嘴也无甲兄弟下半骹人的物件。我凭主耶稣确实在深信，凡物本来无有无清气的，独人掠做无清气的，伫因就无清气。你若因为食物互兄弟忧愁，就毋是照疼人的道理行。基督已经替伊死，你毋通因为你的食物互伊败坏，毋通互你的好受人诽谤。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食啉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搁圣灵中的喜乐。伫即几项的顶面服侍基督，就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搁是人所学乐的。所以咱着追求和睦的事，甲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毋通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公庭。凡物固然清气，总是有人因为食物互人绊倒，就是伊的罪。无论是食肉，是啉酒，是甚物别的事，互兄弟绊倒，一概无罪较好。你有信心，就着伫上帝面前受着。人伫家己掠做通行的事上，话无自责，就有福气。若有邀议来食的，就的确有罪，因为伊食毋是出于信心，凡若无出于信心的，拢是罪。